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，每日箴言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12月1日，恰逢其時，歡迎收聽每日箴言。我哋一齊先聽一段嘅聖經，加拉太書嘅第4章4至到7節。及至時候滿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，叫我們得着兒子的名分。你們既為兒子，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你們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可見從此以後，你不是奴僕，乃是兒子了。既是兒子，就靠着神為後嗣。對於小朋友嚟講，聖誕節就好似魔法時刻咁樣。喺我哋屋企裏面，呢一班細蚊仔每一年呢一段嘅時候，都會期盼幾個家庭傳統。尤其是當我哋仲係好細個嘅時候，從12月初布置完裝飾品，到聖誕節呢一段等待嘅時光，顯得無比嘅漫長。尤其是聖誕樹下嗰啲禮物，不斷咁樣吸引住佢哋注意力。好多年嚟，神嘅子民始終都懷着盼望，等候救主嘅降臨。神賜下律法，其中好多係關於神子民嘅生活準則同埋規範，但係律法並唔足以讓人去親近主啊！佢哋渴望更深嘅呢個聯結。神亦都應許要從百姓中間興起一位行公義嘅領袖。佢哋知道神要將佢嘅律法放喺佢哋裏面，寫喺佢哋嘅心上，使佢哋能夠更加親密嘅與神同行。等待神實現呢啲應許嘅過程，相信一定係無比漫長。但係聖經話俾我哋聽，一切都會將喺當時候滿足就成就啦。神差遣佢嘅獨生子耶穌嚟到世上，成全咗律法，使到凡信靠佢嘅人都能夠從罪中得救，被聖靈釋放而與佢同住，並且得以向其他人分享佢嘅慈愛同埋恩典。呢個聖誕節，請留心去觀察聖靈點樣藉住耶穌嘅降生改變你嘅生命啊！聖潔嘅神啊，等候有時真係好艱難，但係你嘅時間總係恰到好處，你嘅應許永遠豐盛。請幫助我忠心嘅等候你，喺基督裏面成為屬你嘅子民。阿門。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，每日箴言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